为123。123，123。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将我们的手机关震动，关震动。这是上帝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上帝啊，阮求你透放阮，互阮兴旺。你是阮的上帝，阮要宣扬你的伟大。信诗第383首，主恩典大慈悲，互阮安然过一年。愿打感谢用信心，求主耶稣听阮言。会众请起立，咱做伙欢喜来吟诗，学乐咱的上帝。主恩典大慈悲，互阮安然过一年。愿打感谢用信心。求主耶稣听阮言，你有来替阮受洗，互阮罪过拢脱离，过去代志望一面，望因光的真情，对外代志真无红，起面试纸阮落差，拄着魔鬼向我来，主你掌阮甲伊抬，有时阮小个伤悲，有主坚固阮心志，行到旷野大沙漠，神主引我一个路，互阮献给我信心，我为甲主那亲密，三万情乐高心受，康的因阮的面流。咱永远徛伫来攻读新的界面，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先生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
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交读启应文22篇，诗篇103篇。启应文22篇，诗篇103篇。我来客，你来念。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又好免足你的心愿。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当离开西有偌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因为伊知咱的体质。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伊的人，对伊永远到永远。就是遐会遵守伊的约。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恁遮有大权能的天使啊，听伊的声，请伊的命令的，拢着学乐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各位，拢着学乐耶和华。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伫你的日，也是新春农历正的初一。搁一遍呼召你正经日来到圣殿，做伙敬拜学乐你。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线。主啊，阮感谢你找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因为十字架的救赎，互阮会知带伫你的内面，享受你赏赐的恩典，得到丰盛的生命。主啊，阮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只有你是阮心所爱，阮羡慕来敬拜你。但是阮阁时常犯错来得罪你，阮实在无啥物通夸口。主啊，求你照你的慈爱来怜悯阮，赦免阮的过错，将阮的罪恶完全来除去，互阮伫新的一年通改旧换新，有正直的神伫阮的内面，互阮啊因照典实培全。阮安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学乐圣歌对学乐的诗歌，哪落欣牧溪水。
圣经记载伫创世纪16章第1节到第9节，伫咱的周报后壁面有咱的圣经经节。我书先来台语。创世纪16章第1节，阿比咱的某撒来无甲伊生囝，伊有一个女婢名夏甲，是埃及人。撒来甲阿比兰讲：耶和华竟我生囝，请你甲我的女婢同房，检采我通对伊得到一个囡仔。阿比兰听从撒来的话，对迄碟阿比兰的某撒来将伊的女婢埃及人夏甲，互伊丈夫阿比兰做某。迄时阿比兰已经带迦南10年，伊甲夏甲同房，夏甲就怀孕。伊家己知伊有心，就看轻主母。撒来甲阿比兰讲：我的愿望归伫你，我将我的女婢放伫你的心怀中。伊看家己有心，就看轻我。愿耶和华伫你我的中间来判断。阿比兰对撒来讲：你的女婢伫你的手，你通随意来款待伊。撒来来考察伊。伊就对撒来面前逃走。耶和华的使者拄着伊伫旷野的水泉边，迄个水泉伫苏尼的路上，对伊讲：撒来的女婢夏甲，你对倒落来，要倒落去？伊讲：我对我的主母撒来的面前走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伊讲：你倒去你的主母遐。降服伫伊的手下。创世纪16章1到9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委屈了，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就苦待她，她就从撒来的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呢？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不在他手下。讲到知名牧师讲到的题目承接上帝的应许。各位兄弟，新年快乐，大家恭喜！刚才圣歌队在献诗的时候，献诗到最后，哲松跑出来，他非常的想要妈妈抱的那个画面那一幕，看着哲松的表情，其实刚好在唱《打落切切希望可水》这首诗歌。其实牧师真的还蛮感动的。牧师的感动是在于，我们对于上帝的心，有没有是不是像一个孩子，那么切切心慕要让妈妈安尼烂掉的那一种渴望，那种渴慕。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对上帝的爱有没有这样子的迫切？这让我在那个当下，我就想，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不管是对于圣歌队的队员来讲，还是对于妈妈对于凯慧、哲松来说，我想都是一个很难忘的时刻。配合的那落切切希望可水的诗歌，还有一个孩子渴慕妈妈的怀抱。那我们呢？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这样子的渴慕
投入到上帝的怀抱。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感谢你，在旧历年新春的一开始，主，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么美好的一个画面。当我们在服侍，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主，你感动我们的心，你感动我们，唯有你的怀抱才能让我们得到安慰，唯有你的拥抱才能让我们疲惫的身心灵得到抚慰。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为我们的预备，感谢你这样的应许。也求主你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时时刻刻调整，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承接这样子美好的应许。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新历的元旦的跨年呢，通常年轻人都会各自邀各自的好朋友出去度过。那我们华人比较重视这个旧历新年，只是家族团聚团圆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不过我不晓得，可能是我牧师5年级哈，可能4年级也会有一些感叹，6年级生可能也会有一点感叹，就是感觉这几年来好像过年越来越没有那种年节的气氛。牧师记得我小的时候，过年最期待的其实不是领红包，而是放鞭炮。因为领红包在牧师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你有钱，你也不晓得去哪里花啦，好，也不晓得可以去哪里花这样子。可是呢，放鞭炮就好玩多了。对小孩子来讲，放鞭炮就是一个非常实际体验欢乐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放鞭炮，我们牧师放鞭炮不是用来观赏用的。我们在眷村啊，眷村放鞭炮就是分2边，果然是眷村的小孩，分2边，然后打炮战这样子。我还记得那时候鞭炮有什么水鸳鸯啊，好老鼠炮啊，冲天炮。我们冲天炮还把那个不是有一根吗？好，我们把那个拆掉，因为把那一根拆掉，它就会到处乱窜乱飞。我们就在手上点着，有点像手榴弹丢手榴弹的那个味道了哈。鞭炮呢，在手上先点燃，点燃以后就往对方的阵营丢过去，好，叫大家就丢来丢去的炮战，非常好玩。我们每年最期待的就是玩炮战这样子，放鞭炮。那平日呢，过年过节，现在的年节的气氛，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呢，可能就比较现在不能放鞭炮嘛，不能乱放鞭炮这样子，所以呢，可能这种年节的气氛就比较淡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平日四散的各个小家庭，可以呢借着过年过节，拉近家族彼此之间的团圆之间的距离。我想这是我们普遍性对过年过节的期待。然而，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很期待团圆这件事情。我想基督徒身处在这个家庭结构相当多元的一个时代，必须要试着以更广的角度、更广的视角来体察每一个家庭成员中那些成员的需要，甚至是他们的呐喊。我们千万不要太过于很简易的就认为别人的家庭就会像我的家庭一样。然后呢，就会说一些不经意的话，然后去不小心踩到对方的地雷。特别我们如果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感同身受，要有同理心。我想在一次过年前有一次的社青聚会，在那个时候，因为前一阵子那个一起发光的这个事件，以至于在我们那次的社青聚会就有谈到，当我们基督徒碰到有家庭暴力的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们是要按着上帝公义怜悯的属性，按着上帝要我们照顾孤儿寡妇，就是弱势者的需要呢？还是有些基督徒会认为息事宁人啦，好，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这样给它盖过去就好了，不然一点见证都没有，很丢脸，没有见证，就给他暗砍过去，按那就好。我想圣经并不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
特别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发现在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里面有许多我们会看到许多人性的黑暗面，还有许多人性的软弱。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察觉到，上帝希望我们怎么来回应。我们会看到上帝的心意以及上帝的法则。今年过年，今天还有下个主日，连续2个主日，牧师就想借着创世纪亚伯拉罕的家庭，一起来探讨对于那些由家庭所衍生出来的事件，上帝希望我们如何来回应。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在还没有被上帝改名字之前，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的段落读到的，他们原来就叫做亚伯兰跟撒来。亚伯兰和撒来这个家庭所碰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生不出孩子，怎么样都生不出孩子。没有后代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除了他们年老以后没有人安葬，还有他们一生劳碌所得的产业，比如说他们可能得到了土地，他们的牛羊牲畜，还有他们的长工啊、婢女、仆人等等的，这些都是他们的产业哦。那他们如果没有后代的话，那这些产业要交给谁呢？无法交棒，不像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没有后代，或者是有后代，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把产业交给他们的时候，我们现在还可以怎么样？可以成立一些基金嘛？好，有些人还成立基金，或者是呢，我们说奉献，或者是捐款等等的方式，作为社会福利之用。但是我们敬拜的那一位从无到有、不断再创造的上帝，他其实就是这么奇妙。就在亚伯兰75岁，他的妻子撒来也66岁，始终无法怀孕的时候，我想在座各位，我们75岁到了我们75岁，或者是66岁的时候，你还会想要生小孩吗？就是生小孩这个词已经不可能在我们的脑袋当中出现了。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应许他们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这个应许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们一定会生孩子。哇，我想这个比中乐透还要乐透的这个更要令人雀跃啊！但是这个比中乐透还要乐透的奖金却迟迟无法兑现。上帝应允了他们，你们以后子子孙孙会如何如何。但是呢，一天过去，他们一等就等了10年。10年对小朋友、年轻人来讲可能不算什么，因为像过去我们的9年国民义务教育，到现在108课纲，也就是12年的国民义务教育、国民基本教育，10年就这样子过去了，就这样过去了。年轻就是本钱，年轻就是本钱，年轻有的就是时间。但是亚伯兰已经75岁了，撒来也66岁了，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等。特别是在过去，如果夫妻没有孩子，通常传统那种肥皂泡沫剧，谁会被指责？媳妇嘛，通常都是女性被指责嘛。可是后来医学发达以后，我们都知道啊，生不出孩子不是女性的问题，男性也有问题，对不对？夫妻都有问题，都有那个我们在医学生理上医学生理上的角度，但是从信仰的角度，当然就不一定是这样。好，那女性呢，撒来在那个时候就成了不孕的代罪羔羊。我想传统的女性都是如此，生不出孩子的女性在传统上总是代罪羔羊。亚伯兰和撒来他们没有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等，但是上帝有的是时间。问题就在于上帝有的是时间，因为时间是他创造的，上帝不用被这个时间来限制住，他有绝对的主权。对上帝而言，10年算什么？但是对于内心急切的亚伯兰跟撒来来说，每天都在盼望
跟失望当中交织，每一天都是煎熬。就在这样子煎熬的过程当中，10年过去了，有一天撒莱突然灵机一动，难不成上帝的应许不是这样子的？或许上帝是要从我的婢女夏甲来得一个孩子，或许上帝是这样的意思哦。撒莱的想法一点都不奇怪，撒莱的想法在他那个时代是很正常的。当时一般的家庭在处理继承问题的时候，如果自己生不出孩子，通常都会借腹生子。像我们有些国家已经有代理孕母已经合法了，或者是收养亲族的孩子，或者是你家仆当中，如果有一些你仆人的孩子还不错，好，通常就会把继承权给他们，就是作为把他当作养子，然后你就可以让他继承你的产业。这是过去在撒莱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做法。台语有一句话叫做“听某嘴大富贵”，好，还有一句叫做“听某大丈夫”，大丈夫，好，听某大丈夫，好。亚伯兰呢，就完全听从了撒莱的建议，就与撒莱的婢女夏甲同房。撒莱的婢女夏甲果然就怀孕了。哇，这个真的是太戏剧化了。亚伯兰跟撒莱在当时突然觉得，对了，就是这样子了，白白等了10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不用等10年啦？原来上帝就是要这样成就的，原来上帝就是要这样子让我们可以得到后代。我们常常在祷告、寻求上帝心意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对于上帝心意到底是要怎么样，也常常处在一种是这样吗？还是那样？是那样吗？好像又不是，又是这样。我们常常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动摇，非常的摇摆。10年后的今天，亚伯兰上来果然有了令他们满意的结局啊！好，只不过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一心事主的夏甲，如今在怀孕之后，竟然翻脸不认人。撒莱虽然一直都没有生育，但是由于亚伯兰对他的看重，他仍然能坐稳女主人的地位。他这个女主人的地位始终不因为他不受孕、不生子动摇。但是就在夏甲怀孕之后，家族中就开始产生那个地位的那个争夺战，就开始浮上台面。撒莱着实在夏甲的身上吃了一记闷亏，自作自受的委屈跟愤怒不断在撒莱的心中膨胀。一开始的时候，撒莱他还忍着，他强忍的想说，这当初我自己出的主意嘛，对不对？这是我自己的建议，也是自己觉得还不错啊，这个方法可行啊。至少他认为他的婢女夏甲会一如以往的服侍他、对待他。撒莱他强忍着，因为夫妻本是一体。过去那么多的年日当中，她知道亚伯兰心里的期盼，她知道她的丈夫是如何盼望能够有个孩子，能够继承她的一切。她相当清楚，她也相当清楚，她的丈夫亚伯兰会继续的敬重她、爱她，即便孩子不是从她的肚子里生出来的。有了这些确认，让撒莱她愿意交出生育后代的这个主权。但是如今这样子来，她真的非常的难受。所以在第5节，她才会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了委屈。”起初，撒莱在面对始终无法生育的窘境，她主动的对亚伯兰下了指导棋。但是在下指导棋的同时呢，他也必须肩负起相应的责任，他必须要与亚伯兰一起共同承担后果。他确实是承担了，而且他似乎是唯一的受害者。所谓观其不语真君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我们都知道，处理众人之事必须要谨守分际，不论在家庭、在公司或是在教会，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觉得关系不错，我们就会不自觉的会跨界、会越界，下指导棋。下指导棋当然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民主的社会，大家可以来讨论。问题是我们是否会尊重主事者的意愿？我们是否又愿意跟主事者一起共同承担责任，而不是只是下指导棋出一张嘴而已？我想上主日我们牧师有谈到教会的意向，教会的意向就是我们每年的主题目标。我们在周报里面，周报的里面我们的主题目标，牧师有说到说，有听说，有人觉得为什么每一年都是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为什么每一年都是这样子都没有改变？那牧师就说，我们不用耍花枪啊，每年都定新的主题跟目标。其实不是定主题目标不好，不是说定了主题目标就是在耍花枪，不是这样的意思。牧师的意思是，对我们来说，对我跟义杰牧师来说，上帝并没有给我们新的主题跟目标，也就是始终如一到如今，我们的主题目标都是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成为一间能荣耀上帝的教会。但如果我们勉强自己要跟其他一般的教会一样，如果我们硬是要做的跟一般的教会一样，我们是可以定主题目标。以前义杰牧师在业务单位，每年都呼口号很强我们每年都可以定出一个叫好叫座的主题目标。但如果那不是来自于上帝给我们的感动，如果那不是来自于上帝，那我们就是高抬自己，逾越了上帝的主权。如果不是出自于上帝，那一切都是枉然啊。很多的主题目标也不过就是这样子，听过去也就算了，然后每年就这样子麻痹在那个主题目标当中。那因为那不是上帝给我们建成的。夏甲他在志得意满的时候忘记自己的身份，在家族地位的争夺战里，有没有子嗣？我想我们在团圆嘛，过年，我想我们建成的家族应该看起来都是关系都还不错，但是我们都有看电视啊或者什么的，都会知道，或者左右邻居要出逼隔壁啊，我们都会听到说，有一些家族的地位，你在家族里的地位，你有没有后代，可能是一个指标。那我们后代呢？这个后代的排行，它是大汉孙、长孙，还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孙？你的排行是什么？那个你的地位也是在排行里面，地位也是一个地位的指标。好，然后等到这个孩子、孙子或者是曾孙慢慢长大了，他个人的学经历、事业、财产、人脉的累积，也是一个家族地位的指标。这些指标都会影响自己在家族中的声量，或者是发话权。世界是如此，但是我们基督徒在家族中的声量不该依靠这些啊。我们基督徒在家族中的声量不应该是凭着这一些来做判断的，否则我们就会像夏甲一样，让自己陷入在信仰的危机里。夏甲的怀孕让她陷入不忠不义的危机。夏甲怀孕对她来说是个恩典我的女主人这么久都不生，如今我的男主人青睐于我，然后我果然就怀孕了，哇，这么大的恩典！如果他是信主的，如果他那个时候不是跟着男主人、女主人敬拜上帝，
如果他是敬拜上帝的，他会想：哇，这个上帝的恩典好大哦。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子，可是这样子的恩典却让夏甲陷入不忠不义的危机。他自以为可以借着怀孕就能动摇女主人撒来的地位，殊不知亚伯兰是上帝所拣选要来成就他救赎计划的人。殊不知亚伯兰对撒来的心意坚不可摧啊！想当年撒来为了成全亚伯兰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他愿意放下一切跟随亚伯兰，与他一同离开本族本乡父家，走向完全陌生的国度。不容易啊！对一个妻子来讲，我好好的一个，我们讲说在地好了，我的家族什么的都，我已经站稳脚跟了，我干嘛还要放弃那一切，这样子跟着你这样子漂泊到一个陌生还不确定未来会怎样的国度？这样的一个妻子撒来，在丈夫亚伯兰的心中的地位岂是轻易被撼动？埃及人夏甲不明白这一切，再怎么说她也是个婢女而已。埃及人夏甲不明白亚伯兰与撒来之间的情深意重，夏甲他不明白他们不会因为无法生育而变得疏离，他们反而因为上帝的呼召变得更加的紧密。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其实就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在预备我们来承接这些应许。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跟亚伯兰跟撒来一样，我们往往无法觉察，我们无法觉察到上帝啊，你到底是要怎么样啊？还要等多久？是这样还是那样？这个时候，撒来他觉察到夏甲在态度上的改变。亚伯兰也觉察到撒来的委屈跟愤怒已经达到了一个可能已经快要饱和的临界点。不论是亚伯兰还是撒来，这对夫妻，他们夫妻俩内心充满着极大的不安。夫妻同心就是这样子，而且当夫妻两人同心向着上帝的时候，他们会同样感到那个不安，那是从圣灵而来带给他们的那种不安定感，圣灵会让他们察觉。当撒来向亚伯兰反映说：“我的婢女怀了孕，就轻视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判断。”由于亚伯兰觉察到了那一个他们夫妻两个同心这样子的一个警觉，当撒来提出这样子的疑问的时候，亚伯兰毫不犹豫就说：“婢女夏甲在你的手里，你可以照你看为好的对待她，就随便你啦，看你要怎么样对待你的婢女夏甲，我都没有意见。”不论当初是谁出的主意，不论现在撒来是如何的自作自受，如今亚伯兰和撒来都愿意一起共同承担责任。亚伯兰并没有说：“啊，当初这是你自己讲的啊，你自己说好的啊，你现在要我怎么办？”亚伯兰没有这样做，撒来也没有自己一直委屈，想说：“啊，当初这是就是我自己自作自受，算了，我就忍着，顺服，忍着。”没有。在这样子的事情，因为这个不是他们，这个并不是上帝要给他们的，于是他们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转折之后，他们愿意一起共同承担责任。撒来已经得到了教训，亚伯兰也为了他的妻子，为了能与他同父一轭的妻子，他愿意去继续等待，继续静候上帝应许的实现。亚伯兰愿意再次交出主权，他愿意把生养后代这个主权再次交出去。
在主没有难成的事，这样的信靠实属不易。盼了这么久的一个孩子，好不容易怀孕，有了一点眉目跟迹象了，要亚伯兰跟撒莱这样子放弃，是不容易的。常常反正最近过年嘛，刚才讲到中乐透这件事情，我想不会有人明明有个乐透奖金，然后放在那边不去兑现，要你放弃，真的不容易。但是在主没有难成的事，亚伯兰跟撒莱他们就是这样子来决定了，因为他知道在那里，他感受到，他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不断再创造的上帝，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上帝。既然他有应许，就一定会成就。即使我们会像亚伯兰和撒莱错解了上帝的意思，即使我们所做的在人来看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即使我们会因为错误的决定而把自己陷在某一种危机跟混乱里面，弟兄姐妹，即使如此，因为当我们在等待等候上帝心意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下决定。但是即使如此，上帝仍然掌权。我们要细细聆听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抓住的是圣灵，是上帝的应许，还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欲望？我们真的要搞清楚。我们所渴慕的是这个世界，我们所渴慕的是这个世界，还是上帝？我们是渴慕从世界得来，我们劳碌得来的，还是我们渴慕的是上帝那一定会为我们实现的那个应许？即使我们现在的生命不确定，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一个虽然是要迎接一个新的一年，但是我们可能在工作、事业、家庭各方面，我们可能有新的期盼，但是在期盼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害怕失望。因为或许我们已经失望很多次了，但是我们还是不断的在等待。即使如此，上帝仍然掌权啊，他仍然会耐心的引领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在似乎要失控、似乎是自作自受的情况下，愿意与神同行，愿意耐住性子，甚至于愿意像亚伯兰、撒莱这样子，即使觉得很丢脸也没关系。我之前的决定这么的糟糕，但是如今我还有机会可以改过来，我还有机会可以调整自己的方向。路不是只有一条，在上帝的前面，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总是非常多条。只要我们愿意顺服，那么我们就依然可以怀抱盼望，我们就依然可以承接上帝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和华，你是我们坚固的磐石。当我们信心动摇的时候，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愿在新的一年，我们都能在基督里随时调整自己，预备自己，来承接你丰盛的应许。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回应诗歌信诗第475首，摇花我坚固招盘，帮助我，搁做关来保护所在，扶持我。世上危险哪尽风雨，慈悲圣手逐时扶赞。愿你实系安稳照顾因保护，会众请起立。我
会众请坐，奉献。会众请起立。请坐。这时候我们来公祷，我们代祷事项，我们为了教会的意向，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期盼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读经祷告、委身服事、彼此相爱的，在这个当中来一起努力。第一，我们为本主日讲到的信息，我们感谢上帝。愿主圣灵感动扶持我们的心，能用具体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第二，我们为我们一些的肢体我们陈金植、刘慧英、陈王兰、林双耀、洪甘之、陈德明、刘秋敏、陈丽水、胡一梅陈美芝、陈秀荣、杜昭以诺小朋友、郭道博、黄静茹、陈义立、陈怡君、张朝明附件当中的陈昭明、汪世金、刘慧忠、肖家明，我们来祷告。第三，我们为了新春期间出游团聚贺年弟兄姐妹都能够出入平安，享受在主所赐福的团契生活祷告，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愿上帝听阮众人有声无声的祈祷，愿阮的祈祷成做芳芳的祭，献予宝座顶全能的父上帝。愿主圣灵感动扶持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
阮会使用行动来见证、来回应上帝对阮教会、对阮每一兄弟姊妹的听。最后，我用主甲是阮的主导文做伙来祈祷讲：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目的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代代无尽。阿门。接下来是报告我们跟左右邻居、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互道新年快乐。那个刚义杰牧师他会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都是很感动，一家一家坐在一起所以牧师要拍一张照片。来，好，来看这边了，3、2、1，好，再来一张，3、2、1，好。本主日适逢大年初一我们按往例，我们10点举行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今天赶9点半来，怎么还没开始期盼你下个礼拜要提早半个小时提早半个小时举行新春称谢礼拜。我们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主恩满意。等一下教会会特别准备了金句红包，我想这个是每一个人都非常期待的那会后记得跟牧师来领取。新春的期间的聚会，我们做调整一下。1月19号礼拜4到1月28号礼拜6，查经祷告会以及教会所有周间的团聚都暂停。然后1月29号上午，我们9点半9点半主日礼拜、合堂礼拜。然后在这2次1月22号跟1月29号，因为连假期间，我们主日爱餐暂停供应。然后下主日，我们1月29号下午2点，我们建成福音篮球联盟本届球季开幕战，请大家可以来关心、来带挡。那奉献的明细大家自己看。那因为大家戴了口罩，牧师好像没办法一一好，这边上面好像那个崇文有来吗？重文有没有来？崇文很久没看到崇文在那个外地的大学生然后那个钟情理后面是来拍手来。你后面是这个，因为这边隔了一层玻璃，有时候看不太清楚，好像有看到亚明跟。那个钟情大声介绍上面的3楼来，钟情来。光义，光义光哥光义好，光义一家人来。那光义后面呢？光义后面是亚明亚明来。对，亚明姑姑来了。旁边是那个英杰哥英杰对。然后在后面是世恩哥。适合水仙世恩哥跟他太太水仙姐。然后在后面是那个志明那个念之对。等下坐在2楼的执事也要来考试一下换执事2楼的执事来介绍。张明夫妇还有 Kevin。然后在旁边是那个美玲姐他们一家。再来是子爱子群在旁边是贝英姐。前面这是那个茂南兄他们一家。茂南跟严田文一家好。来
赵明他们一家。好，赵明终极一家。还有我们一家。啊，还有终极一家。还有那个凯蒂啊。还有凯蒂哈，凯蒂好。好，简大哥在音控室。还有简大哥哈。哎，光义好像那个妈妈有来嘛哈，妈妈有来哈，好。好，那我们后面是那个幼梅姐，好，幼梅姐，还有那个王敏，好，还有那个帅哥，来，你们站起来一下，来，欢迎你们。接下来是淑花姐一家，来，淑花姐一家站起来一下，淑花姐一家。还有儿子孙女哈。周洋，来周洋哈。这个一节牧师今天这个度数不太够了。那个宇翔介绍一下后面那一块。好来，刚刚没有介绍到的有没有？那个，好，来后面，玉妮姐一家，雅各哈，哎呀好，欢迎好，倩茹，好了，倩茹姐来，好来，欢迎。还有周洋儿子哈，来我们欢迎他，欢迎。好，天福兄刚出关的哈，好，来宇翔，若愚，姑姑妹妹，还有你的太太若愚。我们这边呢，阿丁还有素露好来拍手来，欢迎。往人阿嬷派代表美金姐来问到大家。来，碧妍姐来，碧妍姐来。好，来秀龙姐，来丽莹，秀龙丽莹，还有来。二阿公，小阿公，那个儿子跟媳妇。好，这个家族大家都来站起来，来，我们城市大家族来，欢迎。大家一起大伯兄跟静茹姐来，还有那个玲玲来，这边有光源来欢迎。来大叔介绍来你家族来。可晴是这个我的女儿，然后她的阿祖是我的这个阿祖，她的阿祖是文虫还有朱爱，然后她的阿公是五郎，还有她的阿嬷是在那边丽娟，还有她的姑姑以轩，然后我的老婆心如。好，来我们景深来景深来欢迎他来，欢迎。他今天是牧师把门打开他就来了，第一个到的来。好，来这边艾珍姐来，艾珍。好，我们请佑叔来介绍来。这是我太太凯慧这是刚才上台的哲手。我是佑叔，然后我还有2个小孩在上面，哲青跟哲香，谢谢。好，来这个静秀姐，女儿倩茹，好，来我们借最美丽的来莹莹姐，
财务总管啊，来，嘉明。好，我们婉柔你介绍。介绍过。好，我们牧家就是那个志梅牧师，还有我，还有子群子爱，还有某叔妈在。还有某叔妈来。某叔妈也点一下，她做了自己手工的雪 Q 饼，要送给大家吃哈。还有没有没介绍到的？好，咱来上映信息511首，510首，乌老天顶主宰，会众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助，互恁众人的性命拢通承接上帝应允，对这碟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面倒避讳，请坐。